乾卦跟坤卦，乾是纯阳爻卦，坤是纯阴爻卦，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易的本质现象啊，全部是阳的或全部是阴的，所以这两个我们要彻底了解，才了解它的精神呢，才了解易经的变化。最后63跟64卦，它所描绘的是个生命的现象，也就是所谓的既济卦跟未济卦，上面是水，下面是火，水往下流，火往上升，阴阳调和，就所谓的既济，也就生命已经完成了。但生命完成以后，易经认为天道恒动，诸法无常，所以生命完成以后，其实是变动的开始。所以《三位演义》的第一句话：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就当你统一的时候，也就是分裂的开始。分裂就要追求统一，这是一个既济未济不断的循环现象。所以既济完了以后，就会出现未济。那未济是上面是火卦，下面是水卦，火往上升，水往下流，互相阴阳不调和，所以又是一个生命的开始。那这两个是生命里面是不断的达到了一个调和，马上要进入不调和，所以它这个循环的现象，必须要不断的经历这个循环现象，好像生老病死，生命是好的，但也一定要有死亡，没有死亡也就没有生命。当我们早上起来，一定要晚上要睡觉，有时候我们要生病，生病其实在警告我们身体的机能有哪些需要值得注意的。年老了，年老是生命整个的变化，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不好，它代表我们要去理解它，接受它。那时候我们经历生老病死，经历喜怒哀乐，经历悲欢离合，这一些就是既济跟未济不断的重复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圆满人生、圆融人生。就用这两个卦象可以做个了解。那以本质来讲，它就是乾跟坤。以乾卦来讲，我们就比较清楚了。它第一爻叫做潜龙勿用啊，就是我们这样的一阳人，虽然是需要表现出来，但是如果太表现的话，锋芒毕露的话，可能会造成危险。所以越有学问的人，越有内涵的人，越不要过分的表现。跟我们现在的西洋的这种思考方法说，一定要表现，正好是颠倒。那中文讲这个潜爻刚开始叫潜龙勿用，这么好的才华一定要内敛，内敛才能好好的发展。那慢慢你已经有足够力量，到第二爻就所谓现龙在天啊，就你可以开始慢慢表现出你的能力，表现出你的才华。但是只要进入第三爻，你从内爻想要往上表现的时候，就慢慢会出现困难了。所以三爻叫做终日浅浅，就你要表现的话，那你就要非常谨慎、非常慎重，并且不断的去努力去表现，从早上攻到晚上啊，这就终日浅浅细肉体，非常的努力。那到外爻的时候，第四爻叫或跃在渊，就它会有一些机会，但这机会里面充满了危险，所以一般第三、第四